5·1國際勞動節咧，其實就部署咗好多嘅活動嘅，邀請官員咧去到前線嚟到探訪我哋工友。今年咧，我哋亦都會繼續咧去評選我哋嘅行業模範之星。咁嚟緊咧，我哋亦都會有個酒會啦，一齊咧嚟到慶祝國際勞動節嘅。今次嗰個重要嘅主題係希望咧促進就業同埋打擊黑工，係保障我哋本地工人嘅打工仔嘅優先就業。除咗話我哋講企業嘅嚴重干擾之外，仲涉及職業健康。第三個就係一個嘅點樣優化強積金嘅制度，去調整強積金嘅供款上限。另一方面，政府係答應過係點樣幫我哋低薪戶代供強積金。我哋希望咧通過呢啲嘅爭取去優化，係令到我哋嘅打工仔工作能夠得到嗰個嘅保障。舉辦5·1政策倡議記者會，向特區政府提出打工仔嘅權益保障關注，同時透過政策倡議，從政策法例嘅優化，改善打工仔嘅合理權益。因為而家暫時嚟講，我哋外送員係嘅工傷意外嘅個身份比較含糊啊，即係話有好多時都求助無門啦。即係希望可以政府盡快去明確俾翻一個身份，我哋外送員即係話一個身份，究竟係僱員啦定係自僱？而家嗰個黑工喺我哋行業裏邊都算係比較嚴重嘅，咁亦都係好切實地影響到我哋工友嘅一個就業嘅情況啦。如果發現有黑工呢個情況嘅話咧，都要主動去舉報。我哋嘅工友啦，亦都好希望有汗出就有糧出嘅，咁所以嗰個薪金嘅嗰個支付保障咧，就希望能夠做得好啲。工聯會提出7項勞工政策倡議，包括打造就業友好香港，主動對接國家15·5，打擊非法勞工，保障本地優先充分就業，加強職業教育培訓，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，盡快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權益，完善強積金制度，調高上下限，落實代工安排，遏止工業意外，保障職業安全健康，檢討外判及外勞政策。呢7項倡議係工聯會對勞動者嘅關懷，更係打造就業友好香港、推動社會進步嘅具體行動，讓勞動者獲得保障，收穫專業，共享成果。